澳門路環，有啲路已經行咗幾百年，有人為咗祈福而行，有人為咗傳承而行。金龍開張，威震四方，電視上幾爆爆高聲。呢個活動最好嘅，搞得好成功啊！希望你哋繼續努力。現在我們先去天后廟參拜，還去另外一個觀音廟再參拜。而更多人只係想將上一代留下嘅故事繼續帶去下一代。鑼鼓一響，沉睡嘅街巷開始甦醒。獅頭擺動之間，唔單止係技藝，更係一份代代相傳嘅堅持。龍津村個大街小巷，連接住嘅係人與人之間嘅情感，亦係一座小城珍惜至今嘅文化記憶。歲次比武，因同吉日，我哋今日聚首一堂，共同迎嚟路環街坊4秒慈善會，恭祝路環譚公詩聖寶誕粵劇開幕儀式。喺度再次多謝大家，感謝。非常之興奮啊！每一度嘅城市，大家多啲嚟路環支持路環。香火未曾停息，腳步亦從未停止。這一次巡遊都唔只係一次儀式，而係一群人用汗水同熱愛